福利制度又好啊，嗰個政制制度又好嘅。我哋之前喺澳洲幾次發覺澳洲嘅氣候條件啊，居住個環境啊，係比東南亞國家好啲嘅，所以我哋就揀咗澳洲。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 Betty 姐在澳洲，我係 Betty 姐。今日好開心邀請到一位啱啱成功透過商業自僱移民澳洲嘅客戶戴先生，佢會同我哋分享點解佢會選擇澳洲，商業背後嘅考慮，移民之後嘅生活又點樣？而對於香港商業人士嚟講，澳洲又有啲乜嘢特別優勢呢？如果你同佢一樣有商業背景，想升級人生，想喺香港亞洲市場之外開另一條路，咁你唔好走開。影片入面有世界無限可能嘅信念，絕對值得你留低一齊睇。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好，咁我哋而家開始。非常開心吓，終於等到啦！終於等到啦，真係好多謝你信任嘅。哦，咁啊冇，你哋都好努力，而且係一個信任啦。你哋大牌子我一定信得過我，咁啊再教埋你即係個幫手啊！係多謝多謝。我係喺網上面揾就比較靠得住嘅移民公司啦。咁係揾景龍之前，我有啲朋友介紹咗我係其他公司嘅。咁一路都冇乜政治同埋。我哋覺得佢唔係咁專業咯，咁所以我哋就試下通過網上面揾下邊間比較好評多啲啊，成功可能比較多啲啊，咁就揾到你哋啦。咁第一次同阿羅生傾偈，佢都俾咗係Michael，佢都俾咗好中肯嘅建議我啊，咁都俾咗信心我。咁第二次上嚟見到你，我就更加有信心。更加有信心啊！呢個過程中，你都展示咗相當嘅專業水準咧，咁解釋咗我好多疑問啦，同埋俾咗我足夠嘅信心去等待咯。你當初點揾澳洲嘅？點解想移民澳洲唔係其他國家？歐美啊，我都諗過，東南亞國家我哋都諗過。咁始終第一歐美嗰個距離比較遠啊。咁我哋又唔想離故土咁遠啊，就算有咩事翻嚟嗰陣都會冇咁麻煩。咁澳洲係一個比較適中嘅距離。咁始終我哋覺得係福利制度又好啊，嗰個政制制度又好，其實都係澳洲相對嚟講比較先進啲啊。比較咁民主化程度比較高啲，福利比較好啲。咁所以我哋就選擇咗澳洲。咁我哋之前喺澳洲幾次發覺澳洲嘅氣候條件啊，居住個環境啊，係比東南亞國家好啲嘅，所以我哋就揀咗澳洲。即係我哋啲，就算我喺澳洲都好，做生意都好，咁我哋始終係牽涉到中國同澳洲嘅生意往嚟噶嘛。我冇可能喺澳洲做到本土啲生意嘅，即係暫時嚟講啊，我呢個生意嚟講可能係個話比較困難啲。所以咧，我哋同大陸、同香港咁做啲生意交談嗰陣時咧，大家冇時差嘅好啲。如果唔係佢瞓覺，我起身；佢起身，我瞓覺，呢個就麻煩。所以我都係希望，就算係墨爾本要辦公室都好，我都希望係珀斯都有翻間辦公室。我哋希望係珀斯有自己嘅即係嗰個辦公地點啦。咁啊嗰邊會可能方便啲。咁啊即係咁你嘅想法又幾好喎，既係墨爾本因為嗰邊好旺啊嘛，而且船運好，因為個市場嗰度大啊嘛。咁你 Perth 真係同步嘅，咁呢樣嘢係好處，而且環境靚。係啊，住得舒服啲。住得舒服。有咩問題要問我咧？係咁嘅。第一我攞到呢個，我想知道我下面應該點做啦？我幾時可以去啦？因為咧有啲突然，咁我需要啲時間安排下我香港啲嘢啦。咁所以可能需要啲時間，所以我想睇下最遲我要幾時過去。咁過到去之後咧，我需要第一次過去，我需要喺嗰邊住幾長時間。我記得你好似同我講要去到超過3個月，跟住辦個過橋嘅簽證，我先可以再翻嚟香港。因為你批咗你就唔使過橋啦，唔使過橋啦。呢個係5年嘅簽證嚟噶嘛？你睇，你千祈唔好再申請其他簽證啦。咁啊就更加好啦。係啦，嗱，咁咪你自己到時選一個心意嘅地點長住啦。如果係墨爾本嘅話咧，你喺墨爾本度做嘢生活咗4年，你就可以轉永居啦。咁如果你喺 Perth 咧，珀斯咧就3年。
你就可以全部居。咁我希望嗱，咁我哋呢個再規劃啦，再規劃啦。咁我哋嗰個會計師咧就喺墨爾本嘅，不過會計呢啲嘢係全國嘅聯邦嘅，咁個會計師幾好嘅。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我喺澳洲35年生活、工作、做生意、做移民嘅經驗之下，真係深深體會到喺澳洲一定要認識兩件寶：律師同會計師。講真，香港人成日講做人要識法律，做生意要識數，但係一踏入澳洲，我真係覺得呢句話真係升級到咗 God Tier 嘅等級啦。喺澳洲呢個國家，你身邊最緊要嘅兩個專業人士，第一個就係律師，第二個就係會計師啦。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哋唔單止係你生活上嘅助手，更係你喺澳洲安居樂業、保護家庭、積累財富、合法節稅嘅兩大支柱啊！咁我哋先講講澳洲第一寶啦，律師去保你嘅安穩，免你麻煩。香港人嚟到澳洲好多時都未習慣澳洲嘅法律環境，咁澳洲嘅法律文化咧又非常之細緻，非常之謹慎，有時候甚至會覺得，咦，呢啲咁嘅嘢都要寫落紙？冇錯啦，澳洲就係咁 ，everything must be in writing, everything must be compliant， 所以一個可靠嘅律師可以幫到你嘅。咁首先就買樓嘅時候保護你啦。喺澳洲買樓，無論係自住定係投資嘅法律程序都好講究嘅喎。你個律師幫你查契約、查條款、查土地、查稅務風險，確保你買嘅係你認為自己買嘅嘢。冇律師，咁唔該你千祈唔好亂簽字啦。跟住咧就喺生意上保護你啦。你開公司、請人、簽 contract、簽 lease 同 partner 合作，律師都係你嘅免死金牌喎。佢哋唔係幫你鬧交，而係幫你避免鬧交啊！佢哋仲可以喺家庭層面度保護你喎，遺囑、家庭信託、財產安排都喺澳洲都係非常重要嘅。記住，一份文件一份保障，所以我成日講嚟澳洲最緊要揾到一個真係 protect 到你嘅律師啊！澳洲第二寶就係會計師啦，佢幫你合法節稅，協助你積累財富喎。香港人好勤力好醒，但唔一定熟悉澳洲嘅稅制喎。而澳洲嘅稅制係另一個大世界，好複雜，好多 rules， 好多細節，所以一個好嘅會計師等於一個財務導航員、稅務保護者、資產增值拍檔啊！澳洲嘅稅制複雜到你唔信啊 ！PAYG、GST、BATS、Fringe Benefit、Depreciation、Trust Distribution， 聽到你頭都痛啊！所以會計師就係你最信得過嘅解碼專家啦。佢哋會幫你合法節稅，合法好重要。喺澳洲做生意或者投資，如果係冇會計師，唔係俾多啲稅咁簡單啊，甚至係有機會唔合規。會計師會幫你估計你嘅收入，設計最合適嘅結構，合法咁減輕稅務負擔，做好現金流安排。佢哋係你長遠積累財富嘅拍檔。你喺澳洲買樓、買生意、開公司、做 franchise， 甚至係退休金 superannuation 嘅安排，都同會計師有關嘅。係佢哋幫你睇清楚每一項投資嘅風險同埋稅務嘅影響，確保你每走一步都係往向上升嘅方向。呢個對我哋嚟講係個新嘅開始咯。咁我都希望喺澳洲可以揾到啲更加好嘅嘢做啦。會嘅，更加好嘅生活啦，係咪？係啊。如果有問題，我都會隨時揾你。隨時揾我。你臨走前都仲要傾一次嘅，我一直都會同你規劃下，到時你去墨爾本一次，又同個會計師見面啊，咁樣即係規劃下咁樣咯。好，咁我會大概安排個時間，我會提前同你講，大概會幾時去，咁你就幫我約埋個會計師啊。OK。係，咁大家再傾一傾。因為我哋見到全世界咧嗰個移民政策咧都有唔同程度嘅收緊。係啦，包括澳洲都係啦。咁但係澳洲最起碼對於香港人嚟講，佢有呢個方式可以俾你去行。如果你而家正係考慮移民澳洲，尤其係有商業背景，想揾個新嘅起點，或者係想喺亞洲同埋
澳洲兩邊運作生意嘅話呢，或者係為下一代做教育生活環境嘅升級，唔好錯過我哋呢個頻道。我會喺未來嘅影片入邊分享更多嘅成功案例、最新移民政策、實用生活情報啊！記得喺下邊留言，唔好忘記讚好、訂閱、啟動小鈴鐺啦！多謝大家，下次見。